头所等来台湾，中华有一个查囡仔，目睭无快，阁有妥瑞氏的镜头，但是伊的耳孔真内，阁真有音乐的天赋。顶个月到德国来报考有160多年历史的斯图加特艺术大学，伫个来自各国20外个竞争者当中，伊是唯一去互录取的，嘛将做这个学校创校以来第一个目睭无快的学生。 轻快乐声真好听，演奏长篇的蔡明秀，自细汉就看袂到世界色彩，为了当表达伊内心的世界，就是音乐。蔡明秀顶个月到德国报考162年历史的斯图加特艺术大学，对20多名来自各国竞争者当中胜选出来。听到教授通知录取的时阵，伊非常欢喜。没有教授在我面前，我不能哭，也不能怎么样，我只能就是对他微笑。一般音乐系学生白天只要看乐谱1点钟，但是必须要用3天来背谱。爸爸妈妈原本担心一个人伫德国是不是会当独立生活，但是查囝坚强，互因放心落来。都不用我去，就是去陪他或是什么，自然而然他就自己一直在持续在练习。看不到不代表你就是否决了一切，因为上帝还有给你更棒的恩赐，像音乐的部分。 蔡明秀伊是学校创校以来第一位拢无看到失明的长篇学生，透过甲音乐的对话，伊嘛找到家己人生的方向。